觀眾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10月5日星期日，歡迎收睇曼城新聞。今日嘅主要新聞有：利物浦一間民居遭槍擊，維根出現嚴重青少年滋擾問題，修佛市中心嚴打隨意泊車。利物浦警方表示，今晨凌晨約0時15分 ，Toxteth Kingsley Road 一間民居遭槍擊，屋內當時有人。警方就話子彈擊中前窗造成損毀，但係冇人受傷。重案組督察 Stephen 波形容事件危險而魯莽，並呼籲市民提供閉路電視、行車記錄儀或者門鈴攝錄片段，以協助調查。維根轄下嘅軒尼近日出現嚴重青少年滋擾問題，警方因應多宗涉及醉酒鬥毆及向車輛擲物嘅事件，實施48小時驅散令。據聞指部分滋事者嚟自外區，令當地夜間治安惡化，唔少人夜晚唔敢外出。市議員表示，當局正喺加強青年活動中心同校園計劃，期望減少青少年聚集街頭，同時強調家長亦都應該負上更多責任。修佛市中心一帶嘅泊車問題長期影響居民生活，有救護車同垃圾車因違例泊車而無法通行。市議會現正計劃喺多條街道，包括 Greengate、Westbridge、Water Street 同埋 Change Way 等嘅位置，增設雙黃線，以嚴打隨意泊車。有居民表示，新措施早就應該實施，相信可大大改善出入安全。不過，亦都有居民擔心車輛會轉移到附近街道停泊。市議會將會喺10月8日開會決定方案。Bradford 一棟荒廢嘅舊紡織廠大樓有望改建為一所可容納多達250名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嘅私立學校。負責營運嘅 Pivot Academy 已經向市議會申請改建位於 Cemetery Road 嘅 Cumberland House。該建築自2023年起空置。申請書指出，學校將會為有社交、情緒同心理健康等複雜需要嘅學生提供個別化教育。計劃若果獲批准，預料下個月公佈結果。英國搖滾樂團 Oasis 吉他手兼創團成員 Paul Bonehead Arthurs 因為前列腺癌確診，宣布退出樂隊重組巡演嘅部分場次。現年60歲嘅 Paul Arthurs 表示，雖然早前接受治療之後情況良好，但係需要休息以專注康復，因此將缺席首爾、東京、墨爾本同埋悉尼嘅演出。不過佢強調感覺良好，預計11月可重返舞台，繼續南美洲巡演。Paul Arthurs 喺2022年曾成功戰勝扁桃腺癌。今日嘅曼城新聞報導到呢度。多謝大家收睇。如果覺得條片有用，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埋，仲可以 share 同留言傾下。如果真係想再實際支持我，可以用 Super Thanks 或者經 PayMe 同 PayPal QR Code 支持。多謝晒大家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